官人者的囝，伊就将阳光快乐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碟，请咱用真喜乐的心来吟圣诗67首。圣诗67首，我心学乐上帝，请起立。请坐，请大家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头拄仔吟即条圣诗，我心学乐上帝。佮看到阮的兄弟姊妹，大家一个一个来到你的面前，阮实在满心欢喜。我嘛足爱阮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互阮住伫华人上民主自由的国家。虽然即个国家的人民对民主的了解无真成熟，但是阮已经真幸福。尤其伫即个民主自由，这是真侪人牺牲性命甲自由才得到的。阮每一个礼拜日会当自由自在、满心喜乐来到拜堂敬拜你，这是你的大赏赐、大恩典。真正感谢你！即礼拜久，说使阮有做毋对代志，阮的所讲所行的代所做的，咱准讲无下伫你的旨意，
无照你的教示，互你的名无得到荣耀。阮伫遮心内拢知，阮伫你的面前向你忏悔，求你来赦免。感谢你的安排，互阮牧师团这半年来，为着要牧养阮的心，已经传讲10几摆心的道理，包括阮的行兄甲上心，对阮兄弟姊妹有真大的帮助。天父上帝，阮即马深深体会到，阮都爱祈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清楚你的信道的。阮上好的见证，就是无论拄到什么代志，拢爱成做一个真正喜乐的基督徒。互阮对过去不悔恨，因为你有饶恕；对未来不担忧，因为你掌管；对现在阮有把握，因为你呼召；对人爱有帮助，因为你交托；对美好的事都爱追求，因为你赏赐；对金钱物质，阮都爱知足，因为你供应；对生甲死都爱坦然，因为你有应允。世事哪会当安尼？今仔日坐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或者是阮的亲人，若有互医生宣布忽然间得到重病，也是受重伤，也是年老、孤单无伴，也是身躯欠安、身心障碍，要是有种种的欠缺、伤心的代志、失志的、亲人死失的，为着教会的事工、社会、国家灾难，也是受迫害内底烦恼的，拢会当勇敢来面对，会当倚靠你所赏赐的信心，度过人生的苦难。顶礼拜普悠玛号遮尔大的灾难，求你安慰扶持遐受灾难的人甲伊的家属。求你互阮即个政府为头到尾反省来改革。亲爱上帝，2年前，因为你的业力，互你尽忠的奴仆蔡主任牧师、牧师娘，甲伊2个囡仔来到阮相连教会即个所在。2年久，因用因上大的疼，用心来认捌阮、牧养阮，用你的话劝勉阮，改变提升阮信仰的品质，互阮得到大大的鼓励、反省甲安慰。为着安尼，阮要献上无限的感谢。阮伫遮嘛要祈求上帝，你的圣神保守蔡牧师的身体，照伊所希望的，会当互伊搁较侪年的时间来服侍你。阮全体伫遮做伙迫切恳求你，用你的大权能来看顾蔡牧师，医治伊的身躯，也互所有的副牧师甲中职，照阮逐个人的恩赐，配合蔡牧师牧养的计划，一步一步尽力来实行这个宣教的使命。阮无着急，祈求你的圣神，互阮伫宣教的质甲量拢有成长，无辜负着你交托的大诫命甲大使命。台湾甲美国的总统伫2年半前有选举，迄当时阮有伫遮敬拜你，迄个时阮有祈求你，互新的美国总统甲人民毋好忘记你，因240年久建国是定根伫你的话，也赏赐聪明智慧，互阮的蔡总统甲伊的团队。感谢你的恩典，40年来，即马是美国、日本帮助台湾的安全，甲国家的地位上好的时阵，这是大家拢无想到的。其实上帝，这就是你的怜悯甲扶持。虽然伫台湾的人有部分袂当了解，什么是对阮台湾这个土地甲人民上好的选择，尤其这个选举的时阵，人民常常分袂清楚到底是真的假的，是还是非。有当时简直就把公义放在地上踩，就是将天父上帝你的圣经的教示无看在眼内，只要若会当骗会着人就好。
祈求天父上帝，你互阮基督徒永远永远持守你的教示，当作宝贝，嘛互遐个欺骗、做假见证，还是颠倒是非的人，会当对着你的管教。今仔日虽然天气有较冷，但是阮看见外面的日头会光遮尔温暖，阮也有得到阮需要的雨水。无论出日落雨，拢是好日子。阮要感谢你的照顾，满心喜乐。每过一天，阮拢深深感受到你的恩典教育，你的疼爱遮大。阮所祈求的无完全，这点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你来祈求。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民教，你的旨意行下，愿你亲像伫天，愿你是咱的老板，下面阮的国父，请从阮的下面国阮的人，为你传阮提起，为救阮太子的爱，因国万民平安恭喜我，大概都是阿门。接请咱大家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36篇，启用36篇，圣诗后面55页，启用36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心内善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腰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又为着义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才蕊骂恁困着恁，诽谤恁万项会歹的，要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li的报赏是大，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也安尼困着因。咱要阁来吟圣诗178首，178首。阮爱上帝圣殿，请大家起立，178。
请坐。即条咱的圣歌队要为着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是伊看顾世者鸟仔。
感谢圣歌队吟遮尔水的诗歌，上帝连迄只细只鸟仔都照顾，敢会无照顾咱？愿上帝祝福圣歌队的服侍。即点我要来读圣经，请咱掀开约伯记第2章11到13节。较顶仔佫有一位，嘛是约伯记21章第1节到第3节。现代中文译本608页，台语汉字版541页。约伯记第2章11到13节。现代中文译本608页。我即摆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约伯记2章11到13节。11节，约伯的3个朋友是提曼人以利法、苏阿人比勒达、甲拿玛人所法。因听见约伯所受的种种的灾厄，决定做伙去探访伊，安慰伊。因远远看见约伯，却袂认得伊，听后认出是伊，就放声啼哭，悲伤甲裂破家己的衫，讲往空中家己的头来压土粉。然后因甲约伯坐伫涂骹，7日7暝无讲一句话，因为因看见约伯的痛苦遐尼深搁重。21章第1节到第3节，嘛是约伯记，现代中文译本631页，台语汉字版558页。现代中文译本631页。21章第1节，约伯回答：请恁详细听我的话。这是恁所会当互我唯一的安慰，互我一个讲话的机会，趁候我讲完，恁再搁提笑嘛袂慢。以上愿咱照圣经的教示去行。即点，咱的蔡牧师要来甲咱传讲信息。木心系列第15讲，伤心第3讲，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系列的信息，就是伤心系列的信息。前2遍咱有讲到，家己安怎伫即个伤心的中间有仰望，会当得到上帝安慰。接续咱要来看安怎去帮助陷落伫困难中间伤心的人。虽然咱常常毋知影要安怎帮助遮悲伤的人。圣经同咱教是一个原则，就是爱甲喜乐的人同喜乐，甲哀哭的人同哀哭。咱大部分的人拢真够做前半段，咱伫迄个欢乐的气氛中间，拢会当真用心投入迄个欢乐，甲喜乐的人同喜乐。但总是甲哀哭的人时阵，有时咱毋知影要面对，所以这是咱今日要来学习的即个功课。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的心得到平安，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伫领受你的话的过程中间，无任何阻挡，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学习安怎甲伤心的人相合做伙，陪伴因度过伤心的过程。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拄则有讲到，讲咱爱甲喜乐的人同喜乐，甲哀哭的人同哀哭。但总是有时阵，咱毋知影要面对伤心的人，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听书，互咱一个一个来学习。首先，要安慰、帮助悲伤的人的第一个行动，真简单，就是陪伴，就是陪伴因。咱看见着，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约伯记，虽然咱伫即个月中间，
咱的每一天的读圣经的进度，拄好约伯记。约伯记是记载一个义人约伯伊所遭受到的困苦。伊原本的也是一个真富裕的人，伊有真侪的产业，有真美满的家庭，伊有真侪囝儿甲查某囝，而且伊对上帝真尽忠。但是突然间发生一寡意外，伊伫一暝中间，差不多失去所有的一切，包含伊的囝儿、伊查某囝、伊的产业，甲伊的健康。这互伊伫肉体顶面、伫情绪顶面、甲心灵顶面，拢陷入极大的苦痛。圣经中间来咱讲，伊有3个朋友，这3个朋友听见着伊这悲惨的消息，就赶来要看伊，要来安慰伊，要来探访伊。因远远看到约伯，发觉讲约伯甲因过去所看到的无相款，甚至连认都认袂出来，因为迄个悲伤、迄个艰苦已经侵蚀约伯的心，所以伊外表看起来可能甲过去无啥相共，但是因认出伊了，因就放声大哭。然后圣经讲，因做一项真好的行动，就是因甲约伯坐伫涂骹，7暝7日，无讲一句话，因为因看见约伯的痛苦是遐尼深、遐尼重。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真正的朋友。因7暝7日陪伴伫约伯的身躯边，陪伴是帮助伤心的人的一项真基本的工作，也是咱会当做的第一件代志。咱伫一个朋友的身躯边陪伊，无论伊是咧啼哭、流目屎，也是无论伊是咧戆神，毋知咧想啥物，甚至伊是困去。你虽然无讲任何一句话，但总是你伫边仔安静陪伴伊，这对伊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帮助患难中的人一项真基本的工作。约伯的三个朋友，第一个礼拜这7天做了真好势，但是如果咱若继续看去，咱就知影讲吼，因表现了无啥好。但是咱爱理解，因一开始做了真好，因的精神值得咱学习，因为陪伴会当带来安慰的力量。虽然咱看见到真侪社会中间有真侪悲惨的代志发生，有人遭遇着困难，找无别人来帮助。当一个人孤单的时阵，伊感觉无人要插伊，无人要陪伊的时阵，上界容易发生一寡意外，上界互人想袂开。所以拄着伤心的人，伊上界需要就是有人陪伊，陪伊会当带互伊生命真重要的意义。伊差不多1个月前，我突然间接到对台南一个传道师打电话给我，伊讲阮长期咧关心的一个青年人，煞失去联络。伊最近拢有迄个想袂开的现象。伊讲过去因为我咧关心伊，无一定我甲伊联络吼，伊会愿意回应我。伊讲拍电话给伊也无要接，用任何通讯的办法，伊拢无要回应。这时阵我嘛无办法，我人伫台北，我嘛毋知伊走去倒位。结果我就发一个讯息给伊，讲你伫倒落，有需要甲我讲几句话。结果迄个讯息发出了吼。差不多经过半点外钟，迄个人较有回应。伊讲伊伫一个伊嘛毋知什么所在山区暗时的所在。伊讲伊心情感觉真郁卒、足艰苦的。伊甚至想讲想袂开，想要做一寡家己自家己沾染的这沾杀的代志。所以我就甲伊苦劝讲，你着爱。我就甲伊安尼继续沟通，互伊知影边仔有一个人咧陪伊，不断甲伊联络吼。伊甲我联络是安尼，一时好，搁一时无好。我就苦劝伊讲，无你去找一个有人的所在吼。比如讲这山区的内底，毋知有啥物便利商店，你就去遐找人，啉一杯烧汤吼，听候一下，就慢慢转去吼。
所以我来苦劝慢慢互伊，一直到差不多3点外的时阵，伊才回去。我知影伊安全，回去伊的厝内底，我才会当安心走去困。后来我真实明白啦，如果这个时刻若无人陪伊可能伊就自杀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讲陪伴其实带有一种安慰的力量。可能你毋免来讲啥物话，只要互伊知影有一个人还搁伫伊的身躯边来关心伊，这是咱会当学习的第一项代志。第二项代志，咱会当做的就是认同。如果咱若继续看约伯记，咱会发现讲，这3个朋友开始甲约伯展开一连串的说理甲辩论。因用真传统的宗教观念来解说约伯为虾米会拄着困难，拄着这苦痛。因认为是约伯家己犯罪，但是咱对圣经中间看会出来，这辩论不但无法度达到安慰的效果，反倒当互约伯增加伊的困扰。这群人是伊的好朋友，因拢好意，因想要苦劝约伯，但是因用辩论说理的方式，无法度互约伯脱离迄个艰苦。如果咱若对约伯记的结论来看，咱若看42章的7节甲第8节，上帝对因处理的方式嘛无满意。其实面对悲伤的人，咱会当做的就是认同伊的感觉。认同毋是讲咱全部拢同意因的看法，因为一个悲伤的人，伊的看法可能真消极，不一定真正确。认同毋是全部同意因的看法，认同是对因所拄着的困境，咱来认同。认同的过程中间，咱有3项代志会当做。第一项代志，就是咱爱同情同理。咱来先想看觅，如果我若是伊，我会怎样想？咱来设法徛踮伫悲伤者的角度来看伊面临的痛苦甲哀伤。咱虽然毋是当事者，可能无法度甲伊有一致的感受，但是咱能认同伊，接纳伊的感受。约伯的朋友这点做了非常无好，因为因伫约伯也未处理伊家己悲伤的情绪进程，就甲伊讨论悲伤的原因。这对一个伤心的人来讲，这是无路用的。讨论悲伤的原因，无法度带予伊复原的力量。就讲咱问伊咱来讲，为什么你会拄到这款的代志？无法度帮助伊。咱是爱帮助伊讲，你安怎超越过目前的状况，帮伊度过目前的哀伤。所以咱会当做的就是，咱爱同理同情伊的状况。咱会当安尼去想，徛踮伫伊的立场来想，如果我若拄到伊的情况，我会安怎表现？如果你若当开始安尼想，咱会当比较较了解为什么伊有这款的反应。所以有时借着一个简讯、一张卡片、一通电话，也是咱去来探访。甚至你去探访的时候，拢免讲啥话，你来揽咧。甚至你嘛当来讲，我听了这款的，你发生这款的代志，我感觉真艰苦。你嘛当对伊讲，我虽然我知影你发生这款的代志，我毋知要对你讲啥物，但是我要互你知，我真关心你。然后来揽伫你的怀抱中间。同理同情伊目前的处境，这是咱会当做的第一项。第二项，咱会当鼓励伊讲出伊目前的苦痛，表达伊的感受。其实，伫咱台湾传统的社会中间，认为将家己的艰苦讲出来是真软弱的代志，所以真侪人无愿意表现伊这面，因压制家己的痛苦。你起来问讲你有好无？伊会讲我真好，我无问题，这无啥物款代志。你莫插我。其实咱知影伊心肝真无好，伊一直压制因的情绪，到有一天会爆炸。所以因这个时刻需要有人来到伊的身躯边帮助伊，会当将因的痛苦宣泄出来。所以咱爱提供一个会当信任的环境，互哀伤的人会当流目屎，会当表达出来。咱会当对伊讲，
如果你若有想要讲啥物，我会伫你的身躯边；如果你若想要讲啥物，我会静静来听你讲。这是咱能做的第二项认同的代志。第三项，当因开始分享了，咱爱详细去听。当一个悲伤的人的时阵，咱千万唔通马上去纠正伊所讲的话，因为咱来理解一个悲伤的人，通常伊讲的话真无理性。咱看起着约伯，伊讲话有真侪无理性的话嘛。伊咧面临痛苦的时阵，伊甚至咒诅家己的生日。所以有时阵，伤心的人对你讲的话吼，你唔通来当作伊真正是安尼想。比如讲，伊会可能会来讲啊，拢无人要插我，拢无人要管我，拢无人要听我。啊，你唔通讲啊，我唔是人哦，吼，你唔通安尼对伊讲，因为因讲出来的话，无一定是因心肝所想的。伫痛苦中间的人，通常会安那会怨天怨地，会怨天尤人。啊，咱一听见因所讲的唔对，啊，咱就甲伊辩论，啊，就会苦劝讲啊，你安尼想唔对，你爱改变。对伊来讲，拢无帮助，反倒当造成无好的效果。咱看见着，这就是约伯的朋友所做的代志。伊的朋友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所讲的拢听起来真有道理，但是对约伯这个伤心的人来讲，一点仔帮助嘛无。所以咱唔通来讲道理，啊，另外咱嘛这个时阵来代表上帝讲话，咱这特别爱注意，咱唔通代表上帝讲话。有时阵第二遍的伤害是因为一个好心的陪伴者所引起的。我有一遍，我去病院探访一个伊破病拄仔咧开刀因太太伫开刀房外面咧听下，我甲无顺了去看伊伫咧探访伊的过程中，阮就静静伫伊边仔陪。突然间有来一个亲戚看到伊就讲为什么？发生即款的代志，我来讲，这就是上帝咧来提醒你平常时拢无要好好来照顾伊的身体，无要煮好的，互伊食，拢互伊乌白食，伫外面食这是一个好心人，确实是好心人。但是伊所讲的话特别是讲这是上帝咧来警告，上帝咧来提醒我感觉是第二遍伤害即个拄咧艰苦、拄咧烦恼的人。所以咱来理解。咱唔通伫即个时阵想要代替上帝讲话，你只要静静听就使。圣经中间约伯安尼讲：，你详细听我的话，这是恁所会当互我唯一的安慰，互我一个讲话的机会。听候我讲了，恁较体笑嘛袂慢。伊只爱伊的朋友听伊内心所讲出来的话。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对咱讲的时阵，咱就静静听，毋免想真侪理由上真侪说法要来解说。我会记得我老爸过身的时阵，我迄阵较教会，但是我印象足清楚。有一个亲戚来找我，伊用家己的信仰宗教的方式去安慰我的老母，安慰阮。伊讲我来讲恁爸爸伊讲恁先生是去天顶做官啦，去天顶做官所以你毋免烦恼。已经去天顶做官迄个时阵我细汉但是我嘛是家己想我讲阮爸爸遐尼疼阮伊较为着要去做官，我离开阮。因为我亲目睭看着阮爸爸为着要延续伊的性命，迄个人讲迄个偏方伊拢食，比如讲伊听到讲人讲食迄个善糖活的善糖会当治疗，这偏方咱即摆都毋相信，但是我相信阮爸爸嘛毋相信。但是伊有机会，伊就要把为着要啥物？为着要陪伴阮家行一段路。像即款遐尼疼我的老爸，较有可能讲为着要去天顶做官来离开阮。所以即款无法度安慰啊。咱想讲会当用即款去安慰人，实际上效果拢倒变。所以咱只要静静听，伊若愿意讲，咱就静静听，咱莫对伊讲。若咱无要讲，咱无要对伊讲，安尼咱会当对啥物人讲？会当对上帝讲。所以第三个部分，咱会当替伊祈祷。
无要辩论，咱就对上帝讲。咱来理解圣经内面讲，恁爱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互恁得到医治。义人祈祷讲有真大真大的功效。咱一个真心的祈祷会带来真大安慰的力量。咱会当替伊祈祷，你通私底下替伊祈祷。如果伊若愿意，伊若同意，毋通强迫伊接受。如果伊若同意，你会当替伊伫面前替伊祈祷。你可能当安尼讲，讲你愿意遐尼信任我，你愿意甲我分享你真实的感受，我感觉真感动。毋知我敢会当为你做一个真谛的祝福祈祷。若是对方同意，咱会当简单做一个祈祷，求上帝怜悯伊，互伊知影，伫伊痛苦中间，上帝无弃杀伊，上帝甲伊伫伊痛苦中间，甲伊同受苦。咱来理解即款真心的祈祷，咱毋免用真水的言辞，用真心的祈祷会当带来真大的安慰。真侪人需要伫悲伤的时阵知影，上帝无弃杀伊；真侪人需要伫悲伤的痛苦的中间知影，上帝是无条件疼伊、关心伊、无离开伊。祈祷会当带来这个改变，会当用心替伊祈祷。当咱做完头前3项代志，陪伴、认同、祈祷了后，咱阁爱开始进一步的带领，就是带领伊转向耶稣。咱来理解，咱上介重要的目的，就是带领伊转向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会当带领伊行出悲伤，咱人无可能。只有主会当带领伊行出悲伤。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目的。咱看见伫以赛亚中间有言，基督降临的这段话中间，伊安尼讲：至关上主的灵临到我，伊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伊差遣我去安慰悲伤的人，伊互伫色安悲伤的人用花帽用花冠代替恢复。用喜乐代替忧伤，用恶乐代替哀歌。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目的，要帮助所有的人，对咱生命中间所有的困迫中间得到透放。这中间当然包含哀伤。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亲自医治、安慰伤心的人，互悲伤的人。用花帽代替恢复，用喜乐代替忧伤，用恶乐代替哀歌。亲像拄则圣歌队吟的迄首诗歌相款。咱伫哀伤的时阵，感觉咱受人气杀的时阵，但是当咱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疼的时阵，咱就真实明白，伫这痛苦中间。上帝是互咱伫黑暗中间幽暗的当吟诗唱歌的上帝，伊主要所基督所会当做，因为连咱人认为上界恐怖、上界绝望的死亡，主要所基督已经超越过伊，会当为咱带来真大真大的愿望。伫主要所基督内底，咱会当经历上帝真实的疼，会当对一切绝望中间重新看见着愿望。那安尼，咱要怎带伊转向耶稣？像兄弟姊妹，咱一个人的帮助有限，但是咱会当带伊来到认捌耶稣的团体，就是将悲伤的人带到教会来。关怀悲伤的人，咱需要一个团队。所以下面牧师要讲的，是我真心对双连教会期待，因为我心目中认为真正的教会是会当传讲安慰、鼓励信息的所在。教会应该爱传讲的信息是充满安慰、鼓励，让人得到愿望的福音。咱互伤心的人来到这个所在，
可以伫即个环境中间，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得到力量。所以伫教会中间，咱伫团契内底，伫小组内底，咱就尽量莫讲人的话，咱来讲上帝的话，咱来鼓励悲伤的人来亲近上帝、明白上帝。咱传讲上帝充满愿望的信息，当上帝的话进入你心中的时候，就为带来快乐。所以，咱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传讲安慰、鼓励、正向信息的所在。第二项，一个理想中间，牧师认为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充满疼心，互人会当伫遮得到福源的所在。伫教会这个团体中间，因为咱中间有真侪人捌经历过困苦，也捌受主耶稣基督的安慰。所以，当咱经历这的时阵，咱就爱伫教会中间来分享出来，或者甲咱同款拄着困苦的人，伊也会当得到福源的力量。伫教会中间，咱会当享受对上帝遐来真实的疼。所以，咱来邀请悲伤的人进入咱的团契，进入咱的小组，可以伫小组员中间的疼中间得到滋润，对咱过去的经验中间的分享，帮助伊一步一步得到福源的快乐。第三项，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帮助咱经历耶稣基督，得到永远活命的所在。教会是带人跟对耶稣，行往迄个永远活道路行的这个团体。伫教会中间，我确信伫一个真正的教会中间，每一个人拢会经历主耶稣基督恩典。对安尼来得到更较大的祝福。主耶稣讲：伫世间你有苦难，但是我已经看赢这世间的苦难。这是牧师所理解的教会功能。如果你若认为咱的教会也毋是安尼，咱做伙来拍拼，互咱的教会真正是一个传讲安慰、信息、鼓励的所在，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主耶稣基督的疼。帮助人会当伫遮福源的一个所在，咱每一人经历主耶稣基督，拢会当分享出来，引带人一步一步行往永远活的活命的一个所在。我捌去册店看过一本册，伊封面有一句话深深吸引我。这个册的作者，伊是一个牧师，伊讲伊是每礼拜伊徛踮伫讲台顶面。伊目睭看咧，看咧一排一排的座位顶面。伊讲每一排座位顶面拢有伤心的人。当即群伤心的人透过讲台的信息得到安慰的时阵，这是上帝大权能运行伫教会的时阵。所以我确信，虽然每一排座位顶面拢有伤心的人，但是每一排座位顶面相款拢有上帝怜悯的恩典，这就是咱所渴慕、所意爱的一个教会。我所期待咱做伙来拍拼，透过上帝话激励，咱这个教会真真正正成做一个祝福人，特别是伤心的人的一个所在。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来到教会，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更新、调整、甲改变。从阮何等较无期待，阮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安慰、充满鼓励的所在。阮何等较无，阮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疼，互人会当伫遮得到安息、得到福源的所在。互人当伫遮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疼，而且得到永远活命的所在。阮恳求主你帮助阮，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主啊，如果若有人经历悲伤的事，有人牵伊的手扶伊起来，来揽来讲，主耶稣听你。所有的人虽然经历悲伤，但是有缘会当行过流目屎的山谷。到主所收拾阮迄个充满喜乐的所在，求主帮助阮，
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的安慰甲激励，请大家会当照牧师所传讲的，咱着安尼来对待咱的兄弟姊妹甲咱的朋友。即碟，请咱来吟圣诗，圣诗啊，今仔日要吟的虽然调甲咱的271首共款，但是有印伫咱今仔日的周报的第3页吼。这是新的圣诗346首，咱就用这新的圣诗的歌词来吟。愿我哪行，甲主哪活，请大家起立。坐，刷落去，咱要来奉献。那头一摆来教会来宾，你若还袂填留名卡，请你伫座位头前的留名卡甲摕起来，填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假使有你若无方便，也是袂了解奉献的意义的人，你今仔日会使暂时毋免奉献。即点咱开始奉献。
做奉献的祈祷，请大家起立。天父上帝，愿奉献淡薄金钱做你所用，求你感纳，求你祝福。阮的兄弟姊妹全心全意奉献时间、能力、金钱，用伫你所交托的事项顶面的兄弟，愿咱的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这条我来报告，请咱大家掀开周报第5页，集体关怀。恭喜咱本会会友陈嘉琪先生甲邱玲仪小姐，定伫11月初3本周拜六下午3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大家来观礼。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咱今仔日这个礼拜煞，咱要办中央敬老聚餐，地点是伫丽苑会馆，请咱满65岁，咱的已经报名咱的在籍的会友家己前往。我搁加添一个集体关怀，就是本会会友蔡世娟姊妹，就是咱欧家德口腔外科医师的太太，伊的老爸蔡聪荣牧师讲，伫10月26拜5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足。请咱搁掀开第6页，第6页，咱青少年事工第2倒手边这边有一个第2，11月11有一个演讲。第7页，咱第7页装备委员会初冬午间音乐会，咱的陈运芬音乐总监甲陈新义老师有要演出，这号做初冬午间音乐会，请咱保留时间参加。伫倒手边第6页的顶面英语牧区，今仔日下昼1点到3点，伫7楼礼拜堂。有举行神的国与社会改革，神的国家社会改革，是咱的拉克斯教师赖信道教师所要演讲，请大家有时间来参加。第8页，咱有一个视障关怀基金会的消息，请大家嘛保留时间，11月初10拜六2点半到4点半，大家踊跃保留这个时间来参加。今仔日第8页有一个第7身体欠安兄弟32个人，我想是毋拿遮个人，请大家为着遮个身躯欠安的兄弟来祈祷。咱大家自集的祈祷的力量真大真大。这点要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林日东先生，林日东先生来这里哦，伫遮地方好，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好。好，第2位是陈年威先生，好，好，大家好，欢迎欢迎。伊是个马来西亚的侨生吼，伊特别来参加台语罗马礼班啦，所以伊要听台语吼。来，第4位这是一对母仔囝吼，林淑芬甲张林木，因伫住伫高雄，伫遮吼。好，
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好，有迄个乐团的家长，吼，乐团的家长，哈，咱请起立，哈，欢迎欢迎，哈。这个时阵，牧师来做朋友带导，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来得到祝福。阮恳求主你赐福互阮坚强的信心，互阮会当来透过你的话语的实践，来荣光你的名，互真侪忧伤的人得到因为阮的陪伴、认同甲关心，得到帮助。阮特别奉耶稣基督名祝福今仔新来的朋友。有林立东先生、陈良伟先生，以及林淑芬、张木林，因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身体健康，灵魂清净，也得到主所赏赐一切恩典。我也将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爱乐管弦乐团，搁请大家兄弟呢，还袂打预防针吼，迄个流感，治疗会像我安尼，嘛是都爱煮吼，3价的毋免钱公费吼，4价的即马欠费吼，恁都爱每年爱去甲进数甲先甲登记，伊才会进来吼，安尼再说，较顶啊吼，大家咧坐电梯。也是咧行路的时吼，互相莫直直讲话，因为现在真的是病毒非常的很毒哈。谢谢大家，我们现在要来唱散会诗514首，当要散会求主祝福514首514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差遣。